台南市东区对6月份的天狗日第一例发生以来，因为疫情的影响严重，为了强化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东区区公所伫个区长严仁通的带领，每日投入大量的人力。现在才渐渐看到疫情的下降。为了防疫人员的辛苦，东区一间披萨店的头家嘛特别亲手制作30份12寸的披萨，伫个专门里长陈冠阳的陪同，送到区公所，慰乐所有的防疫人员。因为我们也是刚好在东区这边呐，我们也是算疫区嘛，也算很严重。那看到各位这些第一线的人员的辛劳。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些我们的披萨，然后来慰问我们这些辛苦的这些工作人员这样子。台南市从6月开始就受到登革热疫情的影响那在我们东区有我们严区长带头，然后带着我们各科室的一级主管，还有所有的区公所的同仁，大家一起无眠无吝投入在我们登革热的防疫上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借由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让这个疫情尽早得到控制。那也在这边透过我们区公所和我们丹尼披萨之间做一个桥梁那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次赠送披萨活动来慰问我们基层的同仁，感谢大家的辛劳。非常感谢咱迄个东区，咱迄个崇文里咱的丹尼披萨迄个黄老板伊迄个里长透过里长啦甲咱讲咱即个防疫同仁足辛苦的今仔日你来看准备遮济迄个披萨要来为了咱第一线的即个同仁区长而且代表市长感谢咱黄老板甲咱所有员工对咱即届防疫的即个帮忙啦当然即届登革热造成真济大家无方便但是嘛得到咱真济咱市民朋友的肯定尤其咱即届丹尼披萨安尼管遮济披萨，互咱同仁我相信。伫咱当年来讲，应该是一个真有鼓励希望讲即个疫情会使较紧的退散互大家拢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现在天气渐渐变冷，对着天狗日疫情的压制有所帮助，不过区长也是提醒民众，防治天狗日千万袂用的来放松，毋望疫情会用持续来下降，早日脱离天狗日的危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